无论唱诗歌，无论讲道，主愿将阮的灵魂体交伫主耶稣你的面前。愿上帝你的信心大大充满伫阮的中间。愿你稳定的话启示帮助阮，透过规个礼拜的祈祷、吟诗的中间，领受上帝逐项的稳定。第二位是，咱当自己做伙来献酒感恩。盼望伫新的一年来临的时，会当领受来上帝来启示。我们伫新的一年有盼望，伫新的一冬有上帝你的鼓舞，有上帝稳定的同在。愿这是平凡心伫主耶稣你的面前，恳求你，我们的焦点放伫主耶稣的内面，欢喜甲你坐倒，做伙同心来仰望，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
来啊，咱就各讲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的羊。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，咱同齐来因圣诗第381首，日月如梭，哪水得流，请大家起立。坐，咱同齐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落你，感谢你对年头甲年尾拢保守带领阮。无论是经历丰盛，也是经历困难甲挑战，互阮伫2022年的一年当中，拢通享受甲你同在的平安。不管旧年过甲是安怎，拢已经结束。阮伫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有更较多愿望，因为你是最新属的神。求主赐予阮新的意向、新的方向，将福音这个好消息传予更较多的人。也恳求主赐予阮信心，互阮无论拄到什么人、什么环境，拢通我靠主赐予阮的信心，完成传福音的使命。同时，也求主赐予阮喜乐，无论是伫什么时阵、什么所在，你常常是恩惠，对天降雨，赏赐阮丰年，叫阮人家饱足，满心喜乐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伫你面前嘛要认罪悔改，因为阮常常软弱来犯罪。你为了阮的罪受苦，钉十字架，你的死叫阮脱离黑暗的关系，互阮无搁再受罪的捆绑。过去的伤害甲罪恶，就因为你的宝血来洗清赦免。你互阮领受新的生命，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困难甲挑战。透过你的话语甲教示，互阮成做一个有信心、有愿望、有听、生活有见证、搁合你心意的人。求主继续带领阮，将这个好的福音透过今年每日亮光，咱的灵修、咱的祈祷，宣扬互搁较侪的人。感谢天父上帝的怜悯，互软弱的人得到倚靠，互病痛的人得到医治。
阮的生命拢是你手所做的，恳求你的信心运行伫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身上，以致因求你除去因心中的挂碍。听阮的上帝，阮要学罗你的圣名，因为阮相信，阮要伫身体病痛的兄弟姊妹身上看到，也经历到你奇妙的拯救。亲爱的主，阮伫遮嘛要为教会做事工来献上祈祷，特别是今年设教11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事工顶面，求主兴起事工，透过纪念活动，通互阮中心思考教会的公营。通互带互家庭、社会、国家更较侪的正面的影响力，恳求主传了，互阮手所做的，拢通成做教会的帮助，利益伫众人，也通荣光主你的名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阮安尼祈祷无够也，阮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。咱同齐来启用第18篇，也是诗篇第90篇，伫圣诗后面第27页。圣诗后面第27页，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引。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对甲世界你也未做啥。你互人归头。因为在你看1000年，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，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，伊亲像草，早起时无生，因为阮对你的怒气就消灭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，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，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耶和华啊，要到一时呢？求你倒转，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。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，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徛伫阮的顶面，手所做工，愿你献互伊。今早起圣歌队要用至好朋友是耶稣这首诗歌来学罗上帝。
感谢圣歌师用这首诗歌带领咱来学到上帝，愿一切灵光归伫上帝。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诗篇第5章第1节到第12节。伫现代中文译本663页，台语汉语本第582页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。求你听我的吐气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求你听我求帮赞的喊声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祈求，今早你听见我的声音，日头一出，我向你呼求，静静听候你的回音。你是无介意邪恶的上帝，你无容阮罪恶出现伫你的面前，你厌恶狂傲的人。
怨恨一切做歹的人，讲白贼的，你要灭绝伊；欢喜闹火甲鬼诈的，你拢厌弃伊。论到我，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通进入你的殿宇，我恭敬拍落，伫你的圣殿中敬拜。上主啊，我周围拢是对敌，求你领我行正路，互我行伫你为我安排平坦的路。对你的话毋通信，因为因只有想要毁坏。因的脑后亲像开的坟墓，喙齿圆骨，专门要讲欺骗的话。上帝啊，求你定因的罪，破坏因的诡计。求你对你的面前将因赶走，因为因做歹做，阁违背了你。得到你保护的人，拢要欢呼，因要不断欢呼唱歌。你保护听你的人，因为你有喜乐。上主啊，求你赐福予正直的人，你的人民像盾牌保护因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嘛照安尼行的人。今日早起本堂病牧师要来传讲的信息是祷告甲灵修，请用恭敬的心来听。大家平安。先大声甲大家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，甲你别人讲，耶稣听你，新年恭喜。因为后礼拜可能大家转去家己故乡来做礼拜，无一定伫上年教会，敢毋是咧？有人看到这题目讲，牧师啊，你有写毋对无？祷告甲灵修有啥物关系咧？有人私会，讲其他的小组长甲问讲，牧师你是要讲啥货？其实无讲啥物其他的物件，主要是讲到灵修，嘛透过祷告来提醒。灵修中间爱注意的代志，要讲到进前，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们每一个人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，恳求你的信心大大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我有安静的心来听你的话，会当反省阮的生命。嘛，透过言语来回应你的话，借着祈祷来明白你的旨意。我们的礼拜对头到尾充满着感谢的心、欢喜的灵来仰望主你的名。主阮同心祈祷伫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拄啊，圣歌对伊讲。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伫遐唱的时，我真感动。但是耶稣是毋是你的朋友啊？是，你开偌济时间甲伊做伙？逐工偌济时间？讲牧师啊，当然有啊。你同时甲耶稣做伙，真嘛？来礼拜耶稣我无伫遮，你就害啊。其实基督徒。灵修就是甲耶稣做伙啊！其实灵修真重要，是一个基督徒袂当欠缺的代志。但是呢，真侪人无注重灵修。人讲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但是你有将伊当做你的朋友吗？朋友的时常交陪对无？朋友的时常做伙食饭啊，创啥货？你有甲耶稣做伙？开讲的时间无？其实灵修就是甲上帝建立关系啊。咱讲咱每一年拢会大摒扫对无？我毋知你今年开始摒扫未？咱都大摒扫的时候，咱看这鼎还是电锅吼，你有逐工清无？你甲伊讲一冬开到年尾时代清这电锅、清这鼎，够可能？可能用无偌久就袂当用啊，对毋是咧？所以，咱可能两三工、一工，咱就清了这个电锅，还是讲这个鼎。因为咱每一工煮会拍拉山啊，有一寡油垢伫顶头啊，你逐工都爱清。咱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有逐工清无？
你毋是到特地会，还是特别聚会，还是灵修会？哦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毋是安尼尔定。咱每一天拢来到上帝面前，将咱的属灵的性命用好清气。灵修是，灵修就是甲上帝建立关系。所以，伫建立关系过程中间，上帝会收占咱，会帮助咱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灵修的中间，可能上帝提醒讲啊，某人啊，你要注意，有人欺负你的时，你要赦免伊。还是讲，某人啊，你要注意哦，你得罪别人哦，你要求别人的赦免。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呢？另外一半回实在是上界无简单的啊！耶稣提醒你，你有照安尼去做无？还是讲无啦，就是安尼啊，逐工过日子啊。我上大，厝内底我老大，太太第二啊，耶稣第三。我相信毋是安尼。对一个青少年来讲，嘛需要灵修。青少年需要灵修啊，当然需要。青少年的时期思想真冲动，若是会当安静亲近上帝，伊性命会无共款，要撞来撞去。拄仔讲到用土来甲灵修结连做伙，有人饲过土仔无？毋捌饲过土仔，可能饲过狗仔。狗仔甲土仔拢是共款，你要互伊一寡礼物。有一寡物件通好耍，一下佚佗，因为土仔需要叮当，刺激伊去活动，狗仔嘛共款。若土仔甲狗仔无你无互伊无叮当，无去运动，就安那黑白教啦。饲过土仔、狗仔拢知影。咱人的属灵性命，青少年若无读圣经、无灵修、无亲近上帝，都黑白种啊。土仔嘛是共款。伊需要一个空间，需要活动。咱的属灵性命呢？青少年是需要改变，尤其青少年时期，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，是爱家己甲上帝建立关系。这是爱训练、爱操练。啊，讲年纪大的人需要灵修无？需要呢。年纪大了后，有当时无安全感，真济感觉真痛苦、孤单。敢若互放杀的感觉。30岁、40岁、50岁的人爱灵修无？人讲中年危机啊，上班打拼，行好死头路，压力真大，所以需要灵修，安定野心。啊，耶稣有灵修无？有无？有哦。马可福音第1章35节。第2天早起，天还未光，耶稣就起来，离开厝诶，到一个偏僻所在，伫遐祈祷。祈祷就是灵修的一部分啊。连耶稣的灵修，咱太袂当开时间灵修咧。其实三一上帝，信父、信子、信神，这三一上帝真重要，因的关系非常密切。但是呢，这三一上帝要邀请咱做伙，甲伊有来有往亲密的关系啊。你甲耶稣的关系怎样？你要怎样甲耶稣建立关系？就是透过灵修啊。耶稣真清楚了解，伊服侍真无用，服侍了后，服侍真侪人破病啦，伊被赶鬼了，伊去休困了。第2天早起，就是甲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毋知你早起来，当对无用啥？咱是亲近上帝呢，还是做其他的代志？于是每一人早起来，咱拢会洗面对无？洗面互咱头脑更较清楚，会当上班做代志。但是咱属灵的性命要醒过来，就是透过咱的灵修。在诗篇第5篇第30讲，上帝啊，早起时
求你听我讲，知影我的苦情。就早起时，伊就甲上帝建立关系，这是大悲的习惯。早起时就来到上帝面前，甲上帝建立关系啊！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知影我的苦情。你知影诗篇第5篇大笔王是或者歹人欺负，四月真侪危险的事，伊写这诗篇第5篇。伊是艰苦流目屎，但是伊早起来，就是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上帝。所以，咱在利用时间来亲近主。耶稣是咱的至好朋友，咱就爱开时间甲伊做伙。但是，你要用你上界清楚的时间，上界清楚头脑，上界清楚，袂妨交叉时间去甲上帝建立一美好的关系。所以耶稣是离开到伫偏僻所在，为什么要到伫偏僻所在？无妨交叉啊！耶稣，拜托这有一人贵妇身啊！啊，耶稣，这有啥物病啊？拜托咧！耶稣，我都安静落来无？无都。耶稣爱安静伫这偏僻所在，甲被上帝建立关系。这种祈祷是有来有往的祈祷，毋是报告的一款的祈祷。透早起来亲近上帝，大比王啊，是做王的，做王代志有真济无？那参就做总统代志真济吧？企业家、企业界，这真成功的企业家，就是早起来，用上界重要、清楚的头脑去做代志。咱要将咱上界宝贝的时间，留互咱的至好朋友主耶稣啊！大比做王真无用啊！亲近上帝了，可能伊就无时间啊！啊，必须爱料理国家的代志。但是呢，时间久长了后，敢若大比王袂记上帝。撒母耳下卷第11章伫遐记载，伫遐写有一天黄昏的时，大比对眠床起来，伫王宫的厝尾顶行来行去，伫厝尾顶看有一个妇人伫遐洗身躯，这妇人洗甲真水啊！这代志大家拢知对无？伊哪会无透早亲近上帝？刚才伊伫灵修亲近上帝的时阵，上帝甲伊讲：有试探来，你要注意哦。啊，伊有无？无啊。有亲近上帝。大比伫患难中的时，真亲近上帝，敢毋是的？咱嘛是共款啊。生活过了真平安安稳的时，咱袂记上帝呢。拄着困难的时，耶稣叫你帮助我。啊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，你拢无啥熟悉，因无做伙啊。拄着困难才哀求上帝啊。这是人的本性。但是呢，咱会提醒咱每一个人，透早起来用时间。大比王普通是真亲近上帝，煞尾伊敢若袂记啊。咱参就这巴肚共款，伫王宫乌白看、四界看，看了后佫无紧醒，甚至犯罪，暗含伊的罪行了后，叫别人抬这查某人的身世啊！这代志咱拢知影，但是咱来想看卖咧，可能咱现代版的，可能是咱早起无读圣经，看到无应该看的 YouTube。你有看 YouTube 无？无，拢真乖。有看电影无？有。我讲迄青少年吼，因拢去看电脑对无？有当时看到无应该看的，爱继续看无？生活对咱拢无看到无应该看过吗？哪有可能咧？咱看了后爱拒绝，拒绝勇气是对上帝来、对信心来的提醒。你继续看落去，你犯罪。但是这款的困难是爱培养的。你是想甲耶稣做伙，你才有这款勇气，赢过这款的试探，袂互魔鬼撒旦来捆绑。
想看卖，大比讲偌久无灵修啊，偌久无亲近上帝，行奸淫，害死人。所以咱来改变咱的生命的习惯。你一天开偌济时间甲耶稣做伙，咱的属灵生命是愈来愈健康，还是愈来愈误会拉散？第二项，灵修是上帝最中心的生命追求。你在土啊吼，出世伊就开始黑白白啦，转来转去，跳起跳落啦，乌空啦，这是心理顶头的需求。你若无互伊安尼做这代志，伊会愈来愈啦，愈肥啊，愈郁准呢，迄动物会破病呢，这是伊的本性。咱真做伊的基督徒，咱的本性可能是败坏的、无好的，咱需要亲近上帝，无咱的郁准。上帝创造咱的有灵魂体三个部分呢。身体爱操练，咱的灵呢？咱灵爱拍开，甲上帝、甲主耶稣时常做伙。但是这时常做伙是上帝最中心，毋是咱最中心。你甲你的至好朋友，还是讲你甲总统做伙，是你最中心，还是你总统最中心？你甲你好朋友，还是讲咱男女朋友做伙是，通常是以对方最中心嘛？啊！你要食啥？对无？你约会时，你是讲我要食啥，还是你要食啥？咱甲主耶稣做伙是主耶稣最中心哦。灵修的过程中间是耶稣最中心，咱的神最中心的生命追求的过程啊。三一上帝，咱上帝创造咱灵魂体这部分，咱的灵爱对咱的上帝来开，甲上帝建立关系。上帝做主，毋是咱做主。咱做主有当时咱亲像咱使用这 iPhone， 你有在使用 iPhone 无 ？iPhone 就有一个功能叫 Siri， 对无 ？Siri 创啥？开电话 ，Siri 开声音，伊就开对无？啊，有当时咱甲上帝关系是安尼吗？灵修毋是甲上帝报告哇，主啊，我有啥物困难，我着遇到啥物麻烦哦，这一切拢交伫主。多咱时光嘛讲，一切拢爱交主耶稣啊。但是你有这把握无？为什么交托袂出去？因为你甲上帝关系真疏远。你的好朋友甲讲，这代志交好啊，无问题。你若甲伊关系真好，真默契，真知影这个人真熟悉伊，你会惊袂啊？你无啥熟悉，你会讲好无？好伫青山来慢慢等啊，无一定啊。咱的生命、属灵生命啊，甲上帝建立关系，是上帝作为主体。灵修的过程中间，毋是使用上帝，是祈祷。甲上帝亲近，有来有往。祈祷毋是高压条件，祈祷是透过上帝话不断提起家己，领受上帝话。无咱的敬拜，学了要诚做就唱诗歌。你灵修中间还有敬拜哦，唱诗歌。若是你家己做主体时，你唱歌足大声、足欢喜，但是上帝无伫遐。诗篇第5篇第7节。伫遐提起咱，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袂通入去你的殿，心存敬畏，伫你的圣殿敬拜。灵修的过程的态度是上帝最中心，恭敬拍拜伫上帝面前敬拜伊咧。那总统你家做伙时，你会讲？啊！我甲你讲，你爱将做细汉的找伊嘛？无可能嘛！咱来到万王的王、万主的主、万军耶和华面前，咱是谦卑、恭敬、拍拜的态度。灵修的过程中间，毋是讲哦，敢若食早顿、看报纸安尼咧灵修咧。你的态度是怎样？是恭敬、拍拜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建立关系。
虽然至好朋友就是耶稣，敢若真亲密，但是咱的态度毋是凊凊彩彩。因为上帝丰盛的主爱，咱会当亲近上帝，毋是咱有惊心款好，因为咱是会惊离，甚至咱是有罪。是因为上帝丰盛的主爱，会当互咱有这个资格，会当亲近伊啊。在灵修的过程中间，上帝做主，咱是的奴仆，咱来到伊的面前拍拜、祈祷、谦卑、恳求。所以第5篇第1节、第2节伫遐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是恳求呢？我的王啊，我的上帝啊，恳求你听我的祈祷，是祈求咯，毋是命令呢。在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有一项真重要，就是上帝做主，咱谦卑家己。你祈祷，万项代志要甲上帝恳求，你是安怎求？谦卑家己，上帝啊，恳求你帮忙。耶稣啊，恳求你帮咱。因丰盛的主爱，咱会当来亲近上帝。咱是上帝的囝儿。迫切谦卑恳求，安尼上界重要就煞尾第3段，灵修正行的方法。可是，咱是讲咱咧灵修吼，当然是用咱上界头脑清楚，袂通搅了时段。但是灵修要怎样来做呢？头一项就是学乐，可能咱放一寡音乐，敬拜学乐音乐，第一诗歌、圣诗拢无要紧。用诗歌来学乐上帝，你家己弹琴嘛会使啊！我真欣赏会晓弹琴的人，会当学家己弹、家己敬拜上帝。乐达嘛会使，钢琴嘛会使，放 YouTube 会使无？嘛会使，唱歌足欢喜的。但是你毋通袂记，你是敬拜上帝。敬拜上帝，灵修头一项来到上帝面前，就是学乐上帝啊！尊主最大的表现。咱来敬拜时，无论用什款诗歌音乐拢真好，但是敬拜了后，开始宣告学乐什么？学乐上帝本质啊！有当时我拄着一寡人讲，看到迄囡仔就讲：哦，你生甲真水哦！你知影迄妈妈安那应迄个朋友，毋通讲伊真水，外貌会改变，爱鼓励是。你真用心、真认真，才爱鼓励。外貌毋免鼓励啊！你要学乐上帝，你要学乐上帝啥？学乐上帝本质啊，伊本性啊。拄仔咱所读诗篇第4章讲，上帝无欢喜邪恶的人，上帝无容阮歹伫伊面前，上帝眼恶。这骄傲的人，做歹的人是上帝无，上帝本性是关的本性的。你咧学乐上帝，就是将上帝本性宣告出来。学乐上帝，上帝啊，你是永远的主宰。上帝啊，你是甲我伫地的上帝。上帝，你是安怎的上帝？你甲上帝话，用上帝话来学乐上帝上好。第2项，听候。听候的时，你的态度是，你祈求主、渴慕主，凭着信心期待上帝伫在阮的生命中间。可能你期待一段时间，有当时上帝让你出声，突然间提起你，甲你讲，你听候的态度，伫遐等主啊！我知影你伫我生命中间，求你让我出声。我请问上帝，当时出声？是照着伊的时间，毋是照着你的时间。伫听候中间，你当放一个 soaking music， 这 soaking music 就是浸泡音乐，就是无歌词的。你莫放你会受着啥货？是好朋友就是啊，虽然无歌词，你拢受着这个内容对无？所以放这 soaking music 时。莫选迄有歌词的音乐，
就算有人唱过，拢莫放。你放一寡只有音乐的，无歌词的，放这音乐是帮助咱入去较无上帝，亲近上帝。音乐是这个媒介，是帮助咱亲近上帝。所以你选迄诗歌，这音乐是爱，这作曲者是爱敬拜上帝人所写的。放这款音乐，伫遐听候上帝，听候耶稣的临在，听候咱甲耶稣有来有往亲密的关系。第三项，祈祷。整个阶段是听候主，主耶稣来会甲你讲话无？会啊，你会错死哦，你会惊，但是毋通惊。最好朋友就是咱的耶稣，真正耶稣提醒咱，帮助咱。这是甲人讲话无共款的所在。人甲人讲话，你拄着困难，你甲某人讲，伊甲你讲啊，毋通烦恼啦，这代志吼，你要看较开个啦。啊，伊上帝就一疼你嘛，你毋通烦恼，讲的拢真普遍的代志。我甲你保证，若主耶稣来到你的生命中间，甲你对话时，你听到伊的安慰声，是甲人所讲的无共款。你要知影这是上帝应允。你要知影这是上帝话，你要知影这是上帝启示，上帝来感动，不是一般人所讲的。这甲人的安慰无共啊！当咱祈祷的中间，上帝是敢若有来有往的关系。当上帝让你出声时，你会真清楚知影，但是你要较无的心，你要有敬虔的心去领受。你要谦卑的态度面对咱的上帝。祈祷的时，咱会为着过去的代志，有当时认罪悔改，有当时感谢，有着为着别人来祈祷、代祷，为着国家、社会、家庭，然后家己的需求来祈祷。第四项，读入去上帝话，可能咱无直接灵修的时。领受上帝话，但是咱担心，咱就爱读圣经。圣经就是上帝话。咱读圣经中间是读出来，圣经在设计时，毋是用看的，是用读出来。读圣经甲看圣经无共哦。读入去圣经是用心。打开你心内底属灵的生命，求信心帮助，互这上帝话成做你的启示，成做你的提醒，更照你的生命。所以，在读圣经、灵修的读圣经，甲 Bible Study， 甲查经无共。查经是爱读上帝话，研究上帝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要表达啥？甚至去看原文。这是查经，但是在灵修的中间，读入去上帝话是直接对上帝的领受，不是去研究。我唔知有人写批互你，你的另外一半写批互你的是，你是用研究还是用体会？你另外一半写批互你的是，你是用研究还是用体会？你是我心目中的太阳，无是几度啊？咱读圣经的是灵修，读圣经是对上帝信心来领受。这句话哇，圣经是安尼写，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？会当帮助我什么呢？第六项，读了上帝话，听候上帝回应，求上帝信心帮助。大比王。甲上帝学了，听候了，上帝回答伊了后，伊体会到一项代志。伊讲所有找叫你做必然所的，求你互因欢喜，互因欢喜出声无停，因为你伫庇应伊。遐个意爱你名的人，拢因为你欢喜快乐。你知影，大比王亲近上帝了，伊得到一个答案。
祈求你的，求你帮助呢？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你是阮患难中的帮助。你要帮助正直的人，你的里面当参像盾牌保护围条。你知影，咱伫痛苦的中间，你亲近上帝，上帝会安尼甲你讲的是，你有信心无？有啊。所以听好了后，你看上帝怎样回应？大比王伊拄着困难、灾难、困苦，也是这歹人来欺负的时，伊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上帝，伊得到答案。我是你所听，你会保护我。我是正直的人，你会帮助我。你的里面那参像盾牌保护我。你领受，特别领受这上帝话了，你看伊会惊袂？就袂惊。咱基督徒活伫这个世代，咱真惊遐，惊这惊东惊西，你就无惊上帝。你亲近上帝，上帝互你答案了，你就无摇错，袂叮当啊，袂受到这迫害因诱所影响你的性命。真侪人有罪，你知？伫这世代基督徒有即款的有罪的病无？共款有啊，但是你若还未得到这种病症前，有一项真重要，就是要灵修亲近上帝。第六项会当写起来，会当记录你甲上帝的对话，将你灵修所得到的物件写落来。上帝启示你啥，你就写落来；上帝提醒你啥，你就写落来。你怎样回应上帝嘛写落来。以后你会当安怎？摕这来感谢上帝啊！无等你尾时，感谢今年上帝做什么代志，请你会记的，你家写落就会记的，转去看，转去拼。尤其是你相信流目屎无溃来时，你去拼以早，你甲上帝怎样？上帝怎样引带你度过这困难？你看过去记录，你就会当有勇气行后面煞尾路。第七项，嘛需要信心的引带。拄啊，咱讲大饼扫入迄鼎对无？你知影？咱家庭主妇入迄鼎有简单无？愈到开半步拢无效，毋是安尼愈哦，爱用小苏打加白醋、烧水浸2-3点钟了，佮都开始愈。咱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可能无遮紧。念伊都你讲上帝真亲近，迄是无可能。但是需要一个中保，就是信心。咱甲上帝的关系建立，毋是遮尔简单。这么伟大的上帝，咱是什么？咱跟上帝建立关系，你需要邀请信心加做中保，帮助你亲近上帝、读上帝话、领受上帝，都需要信心来开展。你喺度呼求信心，在规个灵修的过程中间，邀请信心入去咱的心内。你要愈的是愈较真紧。上煞尾上界无简单的，就是养成一个享受灵修的习惯，享受甲养成一个习惯，这是无简单的代志。你知影土啊吼，爱训练伊会当播吼，就要用一寡自然的物件，互伊去播喙齿啊。以后伊就播物件无问题啊。灵修啊，养成一个习惯，拄开始可能无简单。敢若真无聊，敢若无趣味，无要紧，你逐工开一寡时间，拄开始莫讲1点钟啦，30分钟、20分钟就袂歹啊。试看卖，养成一个习惯了后，你就体会灵修的好处。以后你逐工安尼去做，咱中间有食迄慢性处方签的有无？有食药的无？啊，你敢有食无？啊，你啊来袂记？逐工做啊，逐工食啊，灵修嘛同款，逐工将时间保留，互你的至好朋友耶稣。
诚做咱生命中间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养成习惯了，你拄着患难痛苦的时，你才有智慧，你才有勇敢来面对。上帝保护，咱来去体会。当然，在灵修的过程中间，我讲了8项，可能每一项照着信心引传，不是逐项拢爱去做。至少学老听孝子、读圣经、祈祷一定爱，其他你互上帝来瞧。咱参像大琴了，你什么？咱要大什么唱什么？咱互信心引传带领。咱灵修的中间，互上帝引传，照这8项，互上帝去调整咱。煞尾无需要提醒咱，上帝是咱的保护。你知影这兔仔吼，是真容易受到攻击，互其他动物掠去食。兔仔肉真好，你知影？胆固醇真低的。真诶啊，较贵的。但是吼，兔仔时常在动物中间，动物界伊是时常警醒，会惊，会惊吓其他动物甲食掠去食呢。咱基督徒这幕后的世界。基督徒有当时，咱参像魔鬼四过找什么会当吞食人啊？有当时咱受到欺负，因为我基督徒，我祈祷人就甲你笑。我做应该做的代志，政治无学识，嘛互人欺负，你会惊袂？那就兔仔共款会惊。但是毋通袂记，时常来到耶稣面前，互耶稣来保护掉。就是透过灵修的中间，互你有信心。在灵修中间，咱就入去上帝视角下面，得到伊的保守。那就兔仔要需要一个安全的所在啦。你知影，这兔仔有安全所在，会当徛起，住伫迄所在，伊就较袂叛变啊。伊知影伊受到保护啊。咱基督徒，你也知影你是安全的，上帝保守的。在灵修的中间，来到上帝面前。得到安全感，甲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求上帝保守看顾，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日子在新的一天开始，新的一年愿意逐工灵修来亲近你，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是实实在在有来有往的关系，会当经验上帝的生涯技术，领受上帝丰盛恩典，祝福满满。伫新的一年，愿上帝的永远出声，帮助阮领受丰盛恩典，奉靠主耶稣圣子名求，阿门。咱继续来吟诗，圣诗第280首。我爱条件天父的面来回应上帝听，请大家起立，咱做伙来吟。Oh
家请坐。接着咱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。大家请起立，咱来做奉献的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予阮教业的恩典甲祝福。即马阮献上阮的时间、金钱甲恩赐，做你教会事工的路用，求你感纳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同齐来关心教会事工。咱请掀开咱的周报第4页。第一点是本周特别事工。阮这里是总会所定着国内外宣导的奉献主日，咱兄弟姊妹共同为总会的传道委员会所推动的各项传道事工，关心参与代祷甲奉献。第二点是咱新春过年的消息有3点。
第一点是咱1月20甲27是咱新春过年的期间，咱有代志请咱敲电话咱值班的廖慧茹牧师，祝大家新春恭喜。第二点是除夕的围炉的家庭礼拜的情绪单，放伫咱10楼走廊顶悬，请兄弟来摕1号1张，若无够，请家己来影印，也是咱扫描 QR code 嘛是会使。第三点是咱新春全家的感恩的礼拜，时间是伫下礼拜主日是伫1月20日，早起是10点半，地点伫10楼礼拜堂。当天4场礼拜做1场，请兄弟爱注意吼，咱参加的时间。当天的礼拜直播甲同步的翻译，还佫咱儿童的主日学拢暂停一届。礼拜中咱嘛有邀请吼，要来献唱，咱就来吟诗。若要参加的兄弟姊妹，请伫当天早起10点伫10楼礼拜堂来参加练唱。第三点嘛是欢迎咱兄弟用小组也是家庭来做单位来参加诗歌的分享。请伫今仔日主日以中昼进前来郭医生干事来报名。第三点是咱的集体关怀，本会会友陈显生弟兄，就是咱张纯荣姐妹翁婿，伫2022年12月27安息主怀，定伫1月17，就是本周拜日下晡1点半，伫市立殡仪馆至真二厅举行日联国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带到并参加，愿上帝安慰伊族。第二点。本会会友林秀玉姐妹，就是咱林怡燕姐妹的妈妈，伫1月5号安息主怀，定伫1月19，就是本礼拜4，早起7点半，伫市立殡仪馆第二殡仪馆至美二厅举行日联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带到，愿上帝安慰伊族。第4点、第5点就是设教110周年的纪念活动，有2点要甲大家报告。第一点是伫咱2月11拜六，早起是10点半到下晡2点半，伫新兴国中，就是林森北路511号新芦线中山国小站2号出口来举办相连教会设教110周年社区园游会。寻初心爱相连的活动，请咱信徒甲社区的民众伫会使了解上帝的恩典，甲相连教会信仰前辈的宣告的初心，甲听的主旨。当天有真侪真好食甲真好耍的单位，但是咱敢若收原油券，无咧收现金，所以对今仔开始。拢会使来甲教会的王秀珍干事来买，咱嘛会使用小组的方式来登记。第二点是咱野外礼拜，时间是伫3月5号，报名到2月12为止。咱同工8点40伫教会1楼报到，9点来准时出发。地点是伫咱相连教会3支分堂，迄天咱除了主日礼拜，甲咱阁有一个相连培育中心落成的剪彩仪式，咱报名的费用是100块，这其中包括车资、午餐甲保险。以上，咱即马请病牧师来为咱介绍新来宾甲带导。伫咱中间有一位郭淑玉姊妹，头一遍来到咱的中间，咱代表教会来甲拍拍欢迎。小等礼拜刷时吼，咱交代同工会带去这 VIP 室介绍教会吼，愿上帝来祝福你。这时咱要做牧养的代祷，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
听阮的特别上帝，主你是听阮祈祷的主，主阮即时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帮赞，有咱教会兄弟姊妹拄着丧事、亲人过身的事，愿上帝信心引带带领，互伫未信主的家庭的中间会成做一个见证，互上帝信心引带，成做伊的盾牌，患难中随时的帮赞。无论面对家族的压力，也是别人的阴暗话，以主你的话成做因坚固信心，互仰望主，领受主来馈纳，互上帝信心大大安慰扶持帮赞。主啊，我嘛要恳求帮赞阮兄弟姊妹伫过年中间来来去去，交通转去故乡，一切拢利便。伫上帝恩典内面彼此分享，互相带导，记得伫家庭中间尊主最大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平平安安、快乐欢喜过一个新的一冬，过新年。主，阮感谢你无煞，乃是奉告主信主名求，阿门。上营圣诗514首，担尾散花求主赐福，请大家起立做伙来吟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恩惠，上帝听叹，圣神的灵在帮助阮，新的一冬内面领受上帝丰盛的智慧甲恩惠，恩典满满，阿门。请坐，别倒感谢强受差遣。